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物理治療師邱宗榮，今日會教大家做幾個家居運動去對付椎間盤突出。第一個運動叫麥肯基運動。首先我哋趴喺地脊，利用上身手臂抬高，直至到腰部有少少頂住嘅感覺，定喺度10秒鐘，10次一組，一係做2至3組。第二個叫做神經拉伸運動，我哋將有問題嘅大髀用毛巾套住，然後升起，去到有少少嘅拉扯感覺，跟住放低。同一時間將頭舉起，然後再放低，重複做呢個動作10下。10下一組，一日做1至2組。第三個運動叫做螺旋腰部拉伸運動。首先打一隻手，跟住曲埋一隻腳，然後轉去另外一邊，定住喺度30秒。呢個時候會覺得腰部有拉扯感覺。3次一組，做2至3組。做完一邊再做另外一邊。想知多啲物理治療點幫到你，記住 follow 我啦，拜拜。